畫面見到第2位出艙嘅航天員武飛，佢係面帶笑容，啱啱係向大家揮手致意，亦都見到佢嘅健康狀況係非常之良好。佢而家喺醫護人員嘅協助之下，喺台上為佢哋準備好嘅座椅上面。而喺較早之前啊，第1位出艙嘅指令長張鴻章，第1位出艙嘅指令長張陸，亦都係話感謝大家各個工作人員嘅努力，返地球，內心係十分之激動。你好，武飞，欢迎回家。谢谢。你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，首次飞行就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，如今平安凯旋回到地球家园，此刻你想表达什么？谢谢。回到地球，回到祖国的怀抱，我感觉特别踏实，特别自豪。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，是祖国的信任，是前辈的指引，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，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。